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以神所安排的生命疆界，要叫人寻求真神，彼此勉励。经文使徒行传17章26至28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Pakai ni ening rai zai atam sao ko ni bisanga to pulong no kasapina cara no tam sao. Ta mabali wasak pakamaro I pulong no hekar zangra. Sanga ening ra ko kasapuko no mihetsaan ato kala ngangan no kamaroan no tam sao pahapinang. Usakapi haen ning rai nga ay nikilim ko tamsaw jinglaan o kawas. Ta latek matama nang ra jingra usanay ningra. Surinay sa ay pira ay ko kawas titaanan o kahatsitsay. Nauhani unika ulip ita ato nika laslemak ita ato nika ira ita anini Unano ningra ma'min, mato ulit no maulitay tamsaw namo, suarsa, uwawa ningra kita saan. And he made from one man every nation of mankind to live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having determined allotted period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dwelling place, that they should seek God, and perhaps feel their way toward him and find him. Yet he is actually not far from each one of us. For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As even some of your own poets have said, for we are indeed his offspring.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在宣教旅程中来到雅典时所传讲的重要信息。这段信息不只是对当时雅典人说的，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雅典在当时是世界著名的文化中心，那里充满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是一个高度追求知识与智慧的城市。人们努力用思想理解宇宙，用理性解释人生，用哲学寻找生命的答案。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不认识真神。16节说到，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尤米达拉及保罗及希拉山及提摩提安阿丁马阿绕宁拉果尼嘎阿里海诺萨米亚埃阿杜亚尼亚罗萨嘎马拉rom果法鲁措宁拉。我们看见保罗心中的负担，他看见人有宗教却没有真理，看见人有信仰的形式却不认识创造他们生命的主。因此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勇敢宣告真理，为要带领人重新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与生命的真神。26节继续说道，保罗宣告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句话与创世纪1章26节彼此呼应。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些经文我们清楚看见一个真理：人的生命不是偶然的产物，
而是神亲自创造的结果。生命的开始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而是出于神。因此，我们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也是为神而活。26节提到神掌管人的年限。保罗接着说，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这里引用旧约约伯记14章5节说道，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Mahluk to kisu a mipastek to kakaya no urip no tamsaw, kisu ko mikuanay to urip ningra ihakar, Zai to ko tataklifen no tamsaw kunini a mipastekan iso。在诗篇31篇15节也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些经文共同见证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年日是在神的手中。神不但创造我们，也看顾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保罗进一步说，并且预先定准他们所住的疆界。在申命记32章8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Pagilatsku tarama anai akawas i kasakita to malusla nangla jingla ko pahapinangay to kala n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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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 kamaroan no kasapinacaran jingla ko pahapinangay a patulong i kahatsatsay no kitakit to mamisipot a zuyuh nangla。这说明我们出生的地方、生活的环境都在神的主权安排之中。神不只掌管我们的时间，也掌管我们所处的空间。曾经有一位青年，年轻时离开部落，到城市工作，他以为城市才有未来，他努力工作，赚了钱，但心里却越来越孤单。每天回到租来的小房间，没有人等他，没有人关心他。有一天，他生病了，发烧，躺在床上。他突然发现，如果他死在那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流下眼泪。几年后，他决定回到部落。当他回到部落，邻居看到他说：“你回来了。”教会的人看到他说：“欢迎回来。”长辈看到他说：“孩子，你辛苦了。”那一天他哭了，他说：“我以前以为我离开这里是为了找到人生，但现在我知道神带我回来是要我找到神。”他开始重新参加教会，重新认识神，重新找到生命的平安。后来他很感谢神，他从都市职场又回到故乡，都是神安排他的疆界，而一路走来也是为了让他遇见神。是的，27节说到，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是神安排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生活，不是只是为了工作，不是只是为了度过一生，而是为了让我们寻求他。有时候透过顺境，有时候透过疾病，有时候透过孤单，神在呼唤我们，他要我们转向他，他从未远离我们。32节记载着，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这表示有些人拒绝，有些人犹豫，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第34节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这表示神做工，仍然有人回应神的呼召。
转向真神。这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立即接受真理，但神仍然呼召人寻求他。这正是保罗所说的，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弟兄姐妹，神安排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能听见神的话，不是偶然，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愿我们不是拒绝的人，不是延后的人，而是回应神、寻求神的人。愿我们的一生活在神的带领之中。阿们。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也带领我们的一生。谢谢你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安排我们所住的疆界。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乃是在你的旨意与看顾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寻求你、认识你、跟随你。让我们一生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的恩手之中，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实际。